今日想同大家玩個小遊戲，我會喺條片嘅最後咧，先同大家揭曉呢隻錶嘅價錢。而喺我介紹隻錶嘅過程咧，大家亦都可以估下呢隻錶大概值幾多錢。記得留言同我分享你哋嘅答案。今日要講嘅咧就係嚟自愛爾蘭嘅 micro brand MD Watches Studio 同埋佢哋嘅 Supernatural 手錶。近年嚟嘅 micro brand 越嚟越受歡迎，佢哋咧多數都會有一個小型嘅團隊，甚至乎個人創立，產量有限，但係咧有時候就可以帶嚟一啲好獨特同埋創新嘅設計。同大家熟悉嘅獨立製錶品牌，譬如 Moser、Parmigiani 唔同，呢啲嘅 micro brand 多數都會依賴外部製造商生產，但係亦都因為咁，佢哋可以更加專注於喺產品嘅設計同埋創意上面。而今日要講嘅 MD Watches Studio 就係由 Martin Negodi 喺2017年成立。Martin 原本嚟自斯諾伐克，而家定居愛爾蘭。愛爾蘭咧係一個充滿 Celtic 文化嘅地方，而 Celtic 文化亦都對愛爾蘭嘅藝術、歷史同埋生活方式有住非常深遠嘅影響。Martin 喺呢個環境生活，相信咧亦都係佢設計靈感來源之一。Supernatural 係我覺得最能夠代表到 MD Watches Studio 嘅一個系列。靈感咧，正正就係嚟自我啱啱提到嘅 Celtic 文化。系列至今有9個 dial 嘅設計，而每一個設計背後咧都有 Celtic 神話嘅背景。而我咧就揀咗系列入邊最特別嘅一款 Triskel。隻錶嘅直徑係40mm，厚度12mm。我覺得如果係將個錶徑縮翻落去38mm，成隻錶個視覺效果同埋佩戴體驗應該會更加正。呢隻 Triskel 嘅 dial 顏色運用喺手錶上咧可以話係非常之大膽。用上咗好多好鮮豔嘅顏色，靈感咧係嚟自於 Celtic 文化入邊嘅3螺旋圖案。呢個圖案象徵住生命、運動、能量嘅循環，係 Celtic 文化入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符號。3螺旋可以代表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同時咧亦都可以解讀為身體、心靈、靈魂嘅平衡。呢個符號唔單止充滿住文化意義，亦都為個 dial 嘅設計增加咗啲神秘感同埋動感。而兩個 sub-dial 咧就用咗綠色噴砂處理，呈現出唔同嘅質感。講到呢隻錶嘅 dial，就不得不提佢嘅 regulator 設計。regulator 呢個設計最初係用喺18世紀嘅 regulator clock， 呢啲鐘係用嚟校準同調節其他嘅鐘錶，所以叫做 regulator。為咗提供更精確嘅時間讀時，傳統嘅 regulator clock 會將時、分、秒分開顯示，通常咧都會將分針放喺主錶盤。因為分鐘係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嘅時間單位，後嚟 regulator 設計亦都被帶到手錶上面，而 Chronoswiss 就係其中一個最早推出 regulator 手錶嘅品牌。除咗 regulator 設計之外咧，呢隻 Supernatural 嘅時間顯示方式亦都好特別。9點鐘位置嘅 sub-dial 係用咗24小時制顯示，而唔係傳統嘅12小時制。呢個設計實唔實用就見仁見智啦，但係絕對就係隻錶增添咗一份獨特嘅玩味。機芯方面，呢隻錶咧就用咗 Miyota 嘅82S7 自動機芯，有42個鐘頭嘅 Power Reserve。Miyota 嘅機芯性能可靠得嚟，價錢亦都相對入門，可以話係好多 micro brand 嘅首選。另外呢隻錶用咗一個透底嘅設計，雖然 MD Watches Studio 冇為個機芯進行額外嘅打磨。但係咧，佢哋就將個自動舵鍍上咗藍色，呢個顏色上嘅改動成功轉移咗大家對打磨嘅注意力。喺呢個價位，我覺得呢個做法非常聰明啊！最後可以講下條錶帶，我自己本身咧就揀咗一條米蘭帶，做工我都覺得幾唔錯，戴上手咧亦都冇夾毛嘅情況出現。另外，由於物流延誤，品牌咧就額外送多咗一條天藍色嘅牛皮皮帶作為補償。皮帶嘅質地軟熟，紋理相當細膩，對於呢個價位嘅手錶嚟講，絕對係有驚喜啊！值得一提嘅就係 MD Watches Studio 嘅所有錶帶都配備咗快拆，聽落去雖然好基本，但係就算好多嘅大品牌都未必會提供呢個配置。好啦，係時候要揭曉呢隻錶嘅價錢啦。Supernatural 而家嘅定價就係港幣3000蚊咁上下，大概就一隻普通精工錶嘅價錢。呢個價位唔知你哋又會點揀呢？講到 micro brand， 我最近就花多咗啲時間去發掘同埋研究唔同嘅品牌。我發現有一啲嘅 micro brand 好中意一口氣推出成10幾個系列，咁樣雖然可以展示到佢哋嘅創意，
但係對於消費者嚟講咧，就會好難去捉摸佢哋品牌嘅核心風格同埋定位。喺呢一方面咧，我覺得 MD Watches Studio 做得幾唔錯。佢哋品牌至今咧都係得4個 product line， 並且會逐漸淘汰一啲舊嘅標款。咁樣做可以令佢哋嘅品牌形象更加清晰。唔知道大家對 micro brand 又有冇興趣呢？歡迎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就記住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你哋嘅支持係我更新最大嘅動力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